敬得上帝是信实美好的，请曾牧师。欢迎第一摆来参加德登教会下礼拜的朋友。检查恁是第一摆来参加教会活动，愿这个圣诞节的礼拜，带予咱在座新的朋友，伫恁新的一年甲头前的人生，充满稳定满满。因为这个礼拜堂所建造、所设立、所敬拜，是天顶的上帝。愿这个上帝将伊的稳定赏赐予咱大家。今仔日咱真侪人做伙组织，有向日葵学院的家长、毕业生、同学，嘛，阁有喜乐保育院的阮的家人。因为喜乐保育院有一部分的家人，因拢会伫阮的教会做伙做礼拜。嘛，阁有咱展望会的家长、阿嬷，所有的这学生，包括毕业生3个毕业生，今仔日伫咱中间伊要用他们的生命甲因的努力来甲咱见证，因真认真，因嘛真勇敢，伫因的人生中间尽因做学生的本分。伫我要邀请咱，伫咱要开始进前，咱用迎接祝福的心，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是这个圣诞节的主人，你用你家己的生命代表祝福，将上帝的疼带到这个世间。今仔日阮真欢喜，有真侪阮的朋友、厝边，甲阮同信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囡仔大人，阮拢渴望阮的人生是一个祝福满满的人生。主耶稣，你代表上帝来到这个世间，你将天顶的稳定赏赐予阮。愿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互相祝福。愿主你祝福阮在座所有的朋友，无一个人例外，每一个人拢受祝福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甲咱的坐伫咱边的人，咱甲伊讲圣诞快乐好吗？咱甲伊讲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好，今仔日咱所听到诗会，伊甲咱读的一段话，伊讲第一句，诗篇100篇第1节到第5节。这段话是3000年前的礼拜，伫迄个中间所读的话，真奇妙。3000年前的礼拜变做今仔日的礼拜。圣诞节是2000年前的故事，但是圣诞节这个故事嘛，变做德登教会的故事。阮伫这个故事中间过阮的一生，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耶稣，毋是干那2000年前，伫中东以色列迄个所在出现，伊嘛继续伫全世界逐所在拢出现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德登教会真诚心欢迎所有的朋友，甲阮做伙来欢喜。也愿阮对心中所领受这个主耶稣所带予阮的祝福，会当祝福咱在座所有的好朋友。咱的交陪，咱的做伴，咱的一生的熟悉，拢毋是偶然。也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，特别是年长的长辈，有健康的身躯，有幸福甲美满平静的心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来祝福咱大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已经一世人做礼拜，咱中间有的人已经有70-80年做礼拜。今仔日个圣经诗篇100篇，伊伫遮讲起一种完全的礼拜。诗会甲讲道者代笔，伊伫遮7摆讲恁着唱歌学了摇花，伊讲7摆恁着做什么？教会存在最重要，毋是干那办活动。教会最重要的礼拜，最重要的使命，就是互人进入这个礼拜堂的建筑物的内底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带着祝福，倒去到因的生活的中间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就为着咱的家庭，也为着咱的厝边，来出这种祝福的祈祷。
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特别德堂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互德堂教会成做一个有活命的礼拜。我要感谢恁，咱这几年，咱大大小小拢尽心，无论办圣诞市集，无论是办圣诞晚会，无论是办平安夜，特别昨暗，阿嬷伊的囡仔都在到伊的身边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昨暗恁若有来参加阮的圣诞晚会的人，恁可能有看到阮的教会，连4岁、3岁的囡仔嘛上台咧表演。伊毋是伫涂骹白，亲像小羊踮涂骹白，因竟然嘛是唱歌。圣诞节的故事变做德堂教会的故事。德堂教会最期待就是甲恁讲，这个耶稣会当祝福我，这个耶稣嘛会当祝福恁。这是阮的心意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通听到伊所讲的话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拢出欢喜的心，敬畏甲敬拜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就用敬畏上帝的心、感恩的心、乐的心。因为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，感谢有主耶稣，乐主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世间人的帮赞。也就是福气的源头。今仔日上重要的中心的经文来讲起，上帝本是好，伊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永永远远。亲爱朋友，如果你若是第一摆参加教会的礼拜，我要真心中甲恁讲，伫这个信仰的内底有3项真要紧的祝福，就是写伫这句话。诗篇100篇第5节，伊讲耶和华本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诗篇100篇的意思就是100分的生命，100分的生命。伊拄伫圣经的上中，你若甲圣经做对一半，总甲分开。诗篇就是伫圣经对头到尾中间，差不多是最中间的部分。伊所排列的佫是100篇，100篇对人类来讲100分是代表圆满。伫这个所在讲到3项的祝福：第一，上帝的良善，上帝来将伊逐种的好良善，这个善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甲物件。我佫解说一摆，良善这个善。这个字伫圣经的中间，这句话原文叫做“塔贝”，伊的意思就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上帝将有价值、有意义的活命放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端。真奇妙，咱今仔做伙做礼拜，有来自无共款、足济无共款的背景。喜乐宝院一直是德堂教会的祝福。无论是万和分院的孩子，还是喜乐宝院的孩子，古早有一个阿嬷对美国来，伊就是二林中间创办喜乐宝院。有一个学生捌伫遐大汉，阮的教会有4个家庭，因过去捌伫迄个所在受阿嬷的照顾。后来因长大成人了后，因各自建立家庭，建立因的事业，伫社会有成就有工作。因做伙伫阮的教会中间拍开这个教会的门，邀请喜乐宝院遐受照顾的弱势，包括身心障碍有困难的人。但是喜乐宝院内底遐受照顾的人，其实因有一个真活泼的精神甲思想，所以因常常会来到阮做伙做礼拜，纪念过去捌带因来的阿嬷。亲爱的朋友，伫今仔日。愿天顶的上帝将各种真水美善的生命，阮伫年底真爱唱一条歌，叫做《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》，拢是对天顶来。所以今仔日有2句话，诗篇100篇第5节，伊讲上帝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天顶的上帝将老爸的疼、老母的疼、神的疼，赏赐予在座的好朋友、厝边亲人。咱的人生若无疼，其实会感觉真孤单。咱的人生若有疼，食菜脯配安糜啊，咱嘛感觉生活真喜乐。愿天顶的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中间，
健康的人照顾无健康的人，出社会的人照顾要咧读册的囡仔，一个少年人尊敬时大长辈，互咱的社会充满阻碍。最后一句话，伊讲上帝是信实的，信实这个字，其实伊的原文叫做 emuna， 这个字最要紧的就是讲一个有值得信用、信赖的人。信实这个意思，伊咧讲起一项值得你相信的事，一个值得你相信倚靠的人。天顶的上帝是基督教所相信，值得一生倚靠的神。所以今仔日这个欢喜的日子，我要甲咱分享。有一个人，伊叫做耶稣。2000年前，伊来到这个世间，后来伊帮助全世界真侪人。伫孤单的时刻，伫无人疼惜的时刻，伫破病的时刻，伫绝望的时刻，这个耶稣成做生命的光，帮助人。关键这个礼拜，咱领受这个祝福，100分的生命，完美的生命，完美的生命，以代表上帝所赏赐咱丰盛的一个领域。所以今仔日，我要甲咱小可讲起这个上帝。这个上帝是我的阿祖留予我的。后来我有机会来到德堂，甲兄弟姊妹做伴。伫我30几年的时间，我看见上帝怎样疼惜这间教会。所以这个上帝就亲像今仔日圣经讲100分的礼拜当中的讲道。3000年前，大卫伊将伊的感动伫礼拜中间，伊讲起完全的礼拜。伫这个上帝手中有伊永远的信息，甲伊永远的良善。而望今仔这个礼拜，这个上帝对天降临伫咱的中间，祝福在这每一个朋友。愿恁的人生有通倚靠，愿咱的人生有上帝的慈爱，也愿咱的生命因为天顶的光照伫咱的内底。真奇妙，昨暗真冷，拜5拜6。的气候在台湾寒流来，但今仔出日头，咱的天气中间有真多囡仔竟然穿短枪啊！哇，囡仔人尻川3斗火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顶的上帝，伊的疼，甲伊的稳定，稳满咱大家。上帝是一个信实美好的上帝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伊的信实到永永远远。拄则我有甲咱分享甲解说。信实是圣经中间最要紧的一句话。伊讲这个上帝是真的，伊值得你倚靠。信实的意思就是值得相信、值得信靠、值得你相信的。伫网络顶端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甲阮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，愿天顶的上帝将伊信实的画面，伊的应允。因为这个信实甲一个主题真有关系。信实代表什么？信息代表我相信好事将要发生。信息的意思就是我相信在未来有上帝的奇妙的预备。这个字原文拄则我有甲恁分享讲，伊叫做 emuna， 但是这个字基本上伊的希伯来语的字根，甲咱基督徒咧祈祷最后要结束迄个阿门是有同意思的。所以讲真的。这样代志是真的，阿妹的意思就是值得相信，也真做咱真实的倚靠。所听的姊妹，这个主耶稣丰富真侪人的画面，你若愿意，你会当甲伊熟悉，你会当试看卖，你会当甲耶稣做朋友。愿咱无论什么种的情境的朋友，耶稣听你，耶稣嘛祝福你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信息是关于应允。咱的人生中间有咱的贵人，伊甲咱答应，伊讲你勇敢向前行，毋免惊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用我的财力，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关系，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你。这就是一种的应允。许多人嘛常常鼓励囡仔讲，不要怕，站起来。勇敢向前，这就是第2林的喜乐不容易的创办人阿嬷。
伊常常甲遮小儿麻痹的囡仔，当因跋倒的时阵，伊甲伊搬骹头糊的土粉，甲伊拍拍屁股。阿嬷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：勇敢站起来，不要说不可以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应允对咱的人生中间真重要。耶稣带来上帝的祝福，基督徒相信，基督徒嘛安尼听候，基督徒嘛伫人生的中间祈祷，最后通过经历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这堂教会是一个见证经历着耶稣应允的教会。也愿咱所邀请来的亲人朋友，我知影咱中间有的亲人是因为恁有这堂教会兄弟姊妹甲恁邀请，所以恁来参加。愿恁得到耶稣所带予恁的礼物。对年头到年底，年头的第一摆的讲道，牧师甲恁分享的题目叫做“带着神的应许奔向未来”。喜乐宝不是喜乐宝医院啊，向日葵学院的同学甲展望会的同学，无论恁已经毕业，或者还搁伫学院的内底，愿上帝赏赐恁勇气、信心，带着上帝的祝福迈向未来。特别今仔日有3个贵宾，就是咱毕业的这孩子，因大汉，教会看到因的认真、真欢喜，甲因邀请讲，请恁倒来做礼拜，因为恁徛伫这堂教会时，这叔叔阿姨都知影，你们很棒，用功努力。上帝祝福恁，也所有在座有拄着困难的朋友。今仔日的第2句话写伫2000年前的一张批的内底。这张批是一个基督教内底最有智慧的长辈，嘛是一个老师。伊鼓励伊身边的囡仔，伊讲：上帝的祝福，无论偌济，伫耶稣拢是阿门。伊讲：上帝所赏赐人类所有一切的应允，不论有多少，在耶稣基督都是 yes。这个原文讲，耶稣就是这个答案，耶稣就是人所渴望的阿门。伊原文叫做阿门，但是翻做英语叫做 yes。翻做咱的话讲，耶稣就是对了。有耶稣，咱的生命就有答案。愿主耶稣伫今年的圣诞节祝福咱在座。如果你若愿意试看卖，主堂教会每一步甲咱准备每一个人拢有礼物，但是主堂教会真诚意，甲所有的囡仔拢准备一份的礼物。但是在座的来宾，今日这下昼做伙食饭就是阮的心意。阮有准备一块细块的圣诞糕、圣诞糕饼、甜甜，互咱食一个甜，毋是明年生后生，是互咱食一个甜，明年亲像倒吃甘蔗，拿来拿甜。咱下昼做伙食饭，咱做伙做朋友，伫人生的中间，上帝祝福咱，因为耶稣将伊的良善要放伫咱的生命中，互咱活出美好。伊讲耶和华本是好，神是美好的。英语讲 God is good。伫美国因咧做礼拜时阵，那牧师讲 God is good， 因的回应拢会讲 all the time。来，咱来演一句好无 ？God is good。all the time 的意思是讲，啥物时阵拢是赞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互这个主耶稣都互咱。那安尼美善是什么呢？美善拄则我有甲咱分享，就是有价值的事。咱伫一生中间拢咧追求成功，所以亲爱的姊妹，成功是什么？成功就是活出有一个价值、有意义，我感觉有兴趣，我享受。愿今仔日这个圣经所写的这个上帝讲，耶和华是好，这个耶和华就是上帝，伊将伊的祝福对天降临。今仔日我为咱所读的这段话，伊讲各种水的文书，各种美善的品格、思想、能力、情绪，拢是对天顶来。伊讲所有的祝福，拢是对天顶来。咱的宗教可能有无同款，但是咱拢相信有一个神。咱可能有无同款的宗教信仰，但是咱拢相信夜头三笑，
有一个神，这个神对天降临，伊要将良善、善良的心放伫咱的中间。对心来祝福咱在座大大小小，存好心，做好事。我毋是咧劝恁做好事，安尼尔定。兄弟姊妹，独只有一个好的心的人，伊才会幸福。你讲牧师怎样讲？人的心内有情绪，人的心内有欲望，人的心内有念头，人有情绪、有欲望、有念头。但是若无有正直的心，若无清洁的心，若无良善的心，人的心就充满真侪粪扫。有的人伊的心内充满垃圾，所以讲的话，拢无造就家己，嘛都无造就人。今仔日讲，这个耶稣就是良善的源头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教会所备办的祝福，对天降临，在座所有朋友，咱的人生拢互这个良善来充满。有一出电影叫做《真善美》，伊是一个音乐电影。这个电影的名真有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一生要说真话，我一生要诚实，我一生要活在真实的当中。善意思就是我一生要活在这个良善的内底，所有的好，所有的必须的代志，拢要临到我的家庭。没咧，等我有这两项了后，我就活出一个真水的生命。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，愿今仔日这两句真古老的礼拜中间所讲的话，祝福在座贵宾所有朋友，对天顶来的礼物进到咱的生命中间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圣诞礼拜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阮对心中欢喜。阮的朋友甲阮做伙做伴，阮伫心内祝福因，求天父上帝祝福所有的大大小小，伫因的人生中间有世间的光，有幸福，有对天人来的良善，或者的囡仔有智慧，互阮所有的学生，因会通因为有智慧，所以因就活出美好。主啊，阮将阮所邀请的朋友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主耶稣你赏赐因有幸福的人生。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